我疫情之前咧係會經常嚟 Mission Hill 打波嘅練波，咁又參加咗唔少嘅青少年嘅比賽。咁今次能夠翻嚟，作為一個 professional golfer， 我覺得係好開心。今次係我第4次參加PIF Global Series， 咁能夠喺中國參加 Aramco， 我覺得係好難得，因為咧又可以有咁多 fans， 香港嘅 fans 同埋中國嘅 fans 嚟睇咧，都係覺得好開心。當然都想同中國啲球手同組啦，特別係燕若寧，我都好期待同徐穎一個 team， 咁就希望可以打得好啲，咁 final day 可以同燕若寧一齊打。今年打 LAT 全卡都係相當辛苦嘅，但係都有好開心，因為咧其實飛嚟飛去咁多國家咧都係幾辛苦嘅，又有時差或者又唔係好適應啲生活啊或者個節奏，但係咧我孭咗好多啲 friend 啦，慢慢適應呢個好快嘅生活節奏，就一步一步嚟啦，但係都係咯，係好好 experience。自己好幸福，今個星期打得好啲，有啲 motivation， 咁希望就喺全運會可以有好嘅表現俾大家睇。撲球之外個 Jenny 好中意音樂啦，聽音樂啦，跳舞啦，都係好中意運動，即係個好活潑個 lifestyle。hiking 跑步嗰啲做 gym 或者跳舞 Pilates 都會做嘅，都係中意係咯運動咯。